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包括毒品药物的模样嘛愈来愈侪变化。台南市政府长时间一直针对药物滥用的领域不断积极的做调整和改善。对102年各中各小的部分存货个案，对原本的62例，到110年已经降到剩一档干那7例。透过不断努力，还是看得出明显的改善。产官协的这个结合，那我们国际扶轮社347这个区的那个许社长，还有他们的社员，可以说全力的赞助，也有我们学校担纲演出。那我把10部都看过了，真的非常的精彩、精要。那2分钟的时间就把一个主题呢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我想国小的学生看了也可以理解，那国中、高中那更是更清楚。所以我想这10部的影片，我们会好好的去给它善用，那么让产官协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全国那么联合这个制作。这摆台南市政府结合台南律师公会、成功大学、佮有南大科技大学，也佮有国际扶轮社347地区的台南凤凰扶轮社共同合作，透过制作10支反毒的宣导底片，希望会当强化学生对药物防治的正确观念。毒品问题很严重，那要如何做？就是我们拍摄这个影片要用比较鲜活的方式，因为以前反毒的宣导都是比较制式徐理事长赞助5万块，这5万块就可以拍摄出10部片子，中间不是片子品质很高呢不是粗制滥造的，而是为什么？因为付出了很多老师、很多校长，还有我们剧中的各位司法人员，还有执法人员的一个心血，这5万块是无法代表他们所付出的心血的。孩子对毒品比较没有免疫力，比较没有反抗能力，尤其有同侪这样互相拉，或者是毒贩这样的用一个花言巧语、舌灿莲花，来这个骗他们，用，你要说好吃的东西一试成主顾，但是毒品的东西一试就万劫不复，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让我们的孩子不要去试，那宁可相信世间有鬼，也不要相信毒贩的嘴，也不要让毒品入嘴。教育局嘛呼吁大家，家庭是药物防治的第一个关卡。除了市府和学校积极努力以外，伫家中嘛需要家长较加关心囡仔，加注意囡仔平常的生活作息，和有出入的场所，做伙努力来维持健康的社区。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